2018年的8月，中国发生非洲地震哦。目前亚洲计共已经有17个国家，佮加上澳门、香港，拢是非洲地震的一区。台湾边境加强查验，目前违规防发的旅客嘛有将近300个人。5日在特别告路，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指挥官陈吉仲今仔是去桃园机场视察，强调讲会来加强边境的检疫。 亚洲地区非洲地震疫情继续滚加，今年佫增加新加坡、甲目前飞机已经中国大陆、越南、泰国、马来西亚、甲印尼等17个国家加做一区。因应5日连假甲休热出国旅客增加，非洲地震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挥官陈吉仲13到桃园机场巡视边境强化检疫。尤其是端午佳节即将到来，那可能的会做出因为这一些入境的游客。 或者是快递，或者是邮包所导致的可能的猪肉制品进来国内。边境解封，旅客回升。根据风险局统计，今年到6月7日为止，早违规的低码产品入境被罚20万的旅客人数已有290人，有提悬的现象。全台各市机场港站为4月7日开始实施绿线区加强执法，2个月发动事部违规案件有324件。 非高风险国家的一个手提行李检查并没有达到100%，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原来的措施上面，我们再加一堵墙，把我们的边境防线更完善。 风险局表示，为107年8月27到112年6月7日，来自非洲地震疫区拿在的低码产品，包含旅客违规在加农产品废弃箱仔内底验出非洲地震病毒，核酸阳性，总共是497件，其中中国大陆上济有398件，第二是越南85件，显示边境面临病毒入侵的危险尤然正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